歡迎嚟到尼斯達的簡易電腦應用教室。本集我哋會講下點樣製作可填寫嘅 PDF 檔案。我哋所需要嘅軟件有三個：Canva 啦、Word 啦，同埋 OnlyOffice 嘅 Web 版。首先嚟到 Canva 最主要提供嘅就係一啲範本。我哋揀咗一個啦，係 A4 自定此範本啦，同分享。下載 PNG，留意嗰個尺寸1414乘200，2000。之前我哋已經做咗一啲 sample 噶啦，我呢個1545乘2000，另外呢啲就1414乘2000，呢個都1414乘2000。咁414乘2000咧，其實就係最 fit 嗰個 Word 嘅 document 嘅，應該我哋就睇到個回收噶啦。先做第一個先，校翻100%，確定。咦，睇唔到啲乜嘢？因為比較蒙啊個畫面。呢個叫翻嗰個呢個設定就 display 翻出嚟啦。咁你都有上面度打任何字體都得噶啦。另一個空白文件都係浮水印啦，自定啦。揀之前1545嗰個大啲 file 嗰個啦，插入出手呢個出手呢個拆彈先，確定。呢度有少少空隙，點處理咧？揀頁首拉，差唔多啦，再拉少少，fit 晒，可以去儲存啦。先講講點解用 OnlyOffice 製作 fillable PDF 嘅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步驟少；二、欄位類型更加豐富；三、匯出後 PDF 嘅兼容性會比較好。輪到講下 OnlyOffice 兩個版本，一個叫 Web 版，一個本機版。我建議大家用 Web 版，因為佢有一個叫做 PDF form 轉去 form text file 嘅一個功能，可以直接將 PDF， 非常方便。呢個就係 OnlyOffice 嘅版面。首先我哋可以 sign up 先啦，入翻相關資料，下邊有一個 download here 一條 path 嚟到 OnlyOffice 嘅版面，先加個 Word document 啦。
輸入啲資料修改下先。師傅啊，翻去啦。PDF form from test file。咁我啱啱改嗰個 test document，doc 嘅檔案嘅話，新嘅 PDF form 版名，我名。首先講講啦，最簡單嘅一啲做法，之後會再補充。暫時睇住咁多先，繼續喺適當嘅位置，出翻 test view，嗰班 placeholder character 減翻12啦，cell width 啊，撳呢個就之後就揀，讀下佢嘅位置，下一個又整一個啦，我哋11我 placeholder 如此類推，做埋呢個呢度我哋唔記得入嗰個 placeholder，應該我哋先入翻。喺個 result 啦，係啦，下邊嗰個唔記得 save 啦，第三嗰個，我哋嗰個先翻個 system 裏邊，加翻我 input here 喺度先。save 啦，今次真係要再睇多次。
OK，輸入翻。However, because, however，先睇睇呢個正確嘅做法。首先，我哋呢度加咗個 table 表格，類似咁樣輸入啦，個 table 入翻幾個 row 幾個 column 咁樣啦。喺右邊就輸入翻相關嘅題目，左邊就揀翻一、二、一 group by 右邊 Q 一，二 group by 右邊 Q 一，呢個做 Q 二，呢個又係 Q 二，呢行係 Q 三，match 翻 Q 三、Q 四、Q 五，繼續 group by 六六 Q 七、Q 七、八 Q 八、Q 九、Q 九、Q 十、Q 十，咁就完成咗啦。仲有一個步驟，table around setting，唔要啲 border，完成 download 睇結果，download 一、二、二、一、二、一、一、二，如此類推，咁就設定好㗎啦。多謝收看本集嘅尼斯達的簡易電腦應用教室。如有問題，請於留言板度留言。多謝大家，拜拜。